竹北给我一种艺文气息很浓厚的感觉，每一间店、每一个建筑，好像都想表达一种意念，或者是说一点故事。像这栋房子就好特别，外观看上去完全猜不到这里是干嘛的。哎，那里有一位大姐，我来拜访一下好了。大姐你好。哦，你好啊。在做什么？我了摆豆腐糕，然后呢做豆腐衣。豆腐鸡哦。哎，你吃我超爱吃豆腐鸡的。你吃，要芒油香香，什么？哎，真的有香香的耶。哎，一豆腐。哇哦。然后一头腌卤果，一头晒果，是个香香的豆腐衣。所以你是用天然日晒的？对，一头晒没有风干的，所以豆果啊，鸭婆、鸭妈妈全部按用晒。鸭婆有晒过吗？有，我小的时候有跟我的阿婆一起晒豆腐鸡。对哈，所以有回忆马上来了。不然看好不好？爱让你睇熟晒豆腐鸡。好啊好啊，哎呀，包包我表下来咯。好啊好啊，直接放这里就可以了。原来这里是一间豆坊，大姐热情地跟我介绍了一番豆制品的多样性，还要我找个位子，等会儿让我尝尝。我逛了一圈，有一些小店家，本以为会听到许多的叫卖声，不过取而代之的却是像街坊邻居般的谈天问候日常。还有人坐在洞穴里喝咖啡，我仿佛是闯进了城市里独树一格的小村庄。奇怪，大姐叫我找位置坐，不过看起来这边好像没什么位置可以坐。民族，嗨，大姐，我也的俩看到吗？这边哦，哎呀，随性啊，生日你就安样啊，哎，你生日食好世界就安样。你帮我准备这么多，那你坐下来陪我吃这么多。哎呀，这是刚才有一起做的这个豆腐鸡哦。对，这个豆腐乳今天就要来配面包，好哎，然后吃看，试试看啊。等下豆腐衣啊，拿来，马上你。哎，快点的是咯，好，试看来啊。两瓣呢，很香哎。哎，让人食时间刚好有小时候的味道。哎，又米稀又重阳哦。爱让你睇熟晒豆腐鸡。一句好奇的帮忙，让我闯进城市里的小村落。我想月圆姐的亲切可爱，会让我记住这里的。